家姐而家喺小賣部嗰度騰騰轉，佢可能已經想食啲嘢瞓覺。哎呀，過嚟唔小心俾圍攻添。唔好搞我，我要走啦！偷偷溜走了又。妍妍累啦，係攰到妍妍喺度唞晒大氣。係啊，我覺得瑩瑩只係體力有少少跟唔上，但係佢心理上都仲係好中意同德德玩嘅。係啊係啊，去咗嗰邊啊，睇下嘉嘉又喺度乖乖地自己食竹葉。而且瑩瑩每次同德德都玩到咁攰，但係佢仲係經常要過嚟揾佢玩，就證明其實佢都真係好中意陪佢。是啊是啊。德德喺度飲水。叫莹莹回去休息了。这个门开了。
該要叫加加德德過去大場，然之後執呢個細場出嚟俾盈盈瞓覺。加加德德去大場，盈盈返咗入去。加加每次過閘都好積極。我哋去大場嗰邊等佢哋咁。好乖的佳佳。